真多谢大家拨时间来听我讲今仔日的主题。咱时间已经差不多啊吼。因为我12点半还有另外一个开会，所以今日干那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，要甲大家解说这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其实对大家应该是讲真实用，因为高血压是一种久长病、慢性病毋管是家己也是讲厝内是大人，真侪人拢有即款问题。其实讲高血压虽然是真正看到的问题，毋过其实大家对伊嘛无讲介了解，到底是啥物款的一种疾病。咱即马就要来解说哦。高血压吼，伊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杀手，因为咱若是无检查，其实真侪人是完全无感觉，毋知影家己有即款问题。等下我要行去后一张。好，到底高血压有偌济人有即种问题？其实真正是真济。台湾的大人成年人，每4个都有一个人有高血压，而且即个高血压发生的状况是愈来愈济人，愈来愈少年。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，真济人较少年时阵就有高血压咧发生。一个真惊人的事实是讲，一世人其实有90%的机会，伫你为少年到老，有90%的机会得到高血压即种病。所以大家爱了解嘛，是因为即个原因的，毋是讲你是会得着还是袂得着，其实是啥物时阵的问题。而且台湾人甲即个东亚洲的族群，一生得到高血压的机会是较悬过西方的族群，所以咱更加爱搁较了解。咱的血筋甲血压，咱用一个比论来解说，这就是高血压的病生理状况。其实咱的血筋就是身躯的一个碰浮的系统，内底会有水，有水就有压力。咱的血筋就是身躯的水管，有动脉甲静脉，互血流去全身躯。动脉就是甲血为心脏拍出来，去全身躯。静脉就是甲血收转来。内底有水就有压力。若是讲血压伤悬，而且咱的动脉会伤脆弱，可能就会甲这水管芳甲害去，会害去会崩去。所以就是咱血压袂当伤悬的，简单讲的原因。到底偌悬算是悬？其实搁较早以前咱是用80甲90做标准。毋过后来愈来愈甲即个标准降低。即马是讲，若是讲大人血压的标准，若一直超过130甲80，一个是收缩，就是收缩压，一个是缩头压。超过130甲80，就建议讲，咱爱来去互医生看检查看觅，看是毋是有高血压。所以已经毋是80甲90哦。为虾米会有即个变化？毋是讲80甲90，是因为其实愈来愈济慢性病，有即种慢性病就是高危险的族群。伫即个族群，咱爱甲目标搁较降低，血压愈悬，愈会甲一寡器官芳甲害去，像讲有糖尿病、有中风、腰子病、心脏病，即个血压愈悬，愈会互原本的镜头搁较严重，搁较食力。所以若有以上的疾病标准爱搁较严格、上安全的区间就是搁较低区间就是130甲80。咱讲到血压，讲到磅血压，就爱知影讲磅血压正确的姿势是安怎？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姿势，你磅的才会标准，才知影讲即个是会当相信的血压。无若是毋管伤悬也是伤低，这拢是无法度做参考。安怎算是正确的姿势？有4项，应该算是5项。第一就是讲，咱咧磅血压正常爱安静
坐5分钟，咱心情爱放互轻松，袂当伤紧张，若袂当讲随运动随坐落来，安尼是袂标准的。再来就是讲，咱坐的时阵啊，骹爱囥互平，莫翘骹，骹只片爱平椅平啊，安尼身躯才袂伤硬，才会较轻松。手底爱向顶悬，搁你要弄迄个底面大的时阵啊，底面大的所在甲心脏是平悬的，安尼才是泵血压正确的姿势。泵起来才是一个标准的血压。其实咱泵起来血压伤悬啊，无一定真正是伤悬，有诶即种高血压就若像是变神啊共款，伊是甲你骗的，这叫做白泡高血压。真侪人啊来病院来医生诶面头前泵血压，结果拢是伤悬。毋过啊，伊伫处理去泵煞是正常。这是因为伫医疗环境，有人会感觉伤过紧张，所以互血压暂时称悬。地数发生加警报，安尼会较歹得到正确的诊断甲治疗，所以咱爱有另外一个策略来知影讲，这到底伤悬的血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毋过嘛有另外一种高血压，伊若像是刺客，伊是创立伫下骹你看袂到的高血压，伫医生的面头前，看起来拢是正常，血压拢正常，毋过你是处理泵煞会伤悬。即种吼比白泡高血压搁较危险，是夭寿危险，因为伊是创立的高血压。医生看的时阵感觉血压是正常的，毋过因为你平常血压实际上是无正常的，所以这高血压的危险性搁较悬。而且即种可能未得到正确的治疗，因为毋知影有高血压咧发生，所以咱要安怎知影？其实爱有搁较好的泵血压的监测的方法，就是徛伫咧血压监测，安尼才会真正知影真相，这是一个黄金标准，就是知影讲你真正准确的血压是安怎，所以咱厝内爱有会当泵血压的计时头啊，这个标准就是一个722泵血压的标准，咱爱连续7天，逐天拢爱泵，而且一天内底爱泵2个时间，就是早起甲暗时。当然，逐摆咧泵血压的时阵嘛是爱遵守正前讲的，就是正确咧泵血压的标准，像讲爱坐咧放轻松，休困5分钟，即款有诶无诶吼。逐个时间啊，毋管早起甲暗时，拢爱泵2摆。即2摆，一摆泵了爱过1分钟以上，搁泵第2摆。咱爱记录2摆诶平均，理论上这是上好诶黄金标准，而且这会当避免伫病院泵诶即种白泡高血压诶即个错误。所以爱照起连续7天，早起暗时一个时间泵2摆。甲伊记录落来，才知影讲血压真正是有悬无悬。另外一种方法解决方法的第2种就是叫做24点钟的血压监测。这好处就是讲你毋免家己一直记咧讲爱啥物时阵来泵血压啊，你家己爱准备机器。但是即种24点钟的血压泵啊，拢是伫病院的，所以病院会分你一台机器，挂伫咧身躯顶，底面大就放咧。规工伊会照起工、照时间来泵血压，可能早起20分钟还是30分钟泵一摆，暗时困去了后，有可能就是1点钟泵一摆。所以会知影讲你咧清醒的时阵、活动的时阵、困眠的时阵，即个时阵你的血压到底是偌悬偌低？一般的人正常伫困眠的时阵，血压会较低。伫困眠的时阵血压应该爱是清醒的时阵会降低，等于也是较大10%。若是完全无降低，其实这对健康是有败害的，是有危险的。咱拢感觉讲，血压悬是一种大人才会发生的疾病，其实
并毋是安尼，事实上愈来愈侪，会发生伫囡仔诶高血压。但是发生到底伫啥物时阵，你血压有悬无悬，其实大部分诶人拢是完全无感觉诶，所以唯一会当知影方法是体检。其实即马是有建议讲囡仔为细汉开始就爱一阵仔来磅血压，知影讲血压是有悬无悬。而且对囡仔来讲，血压毋是高一个标准，无像大人就是130甲80。是爱按照伊诶性别、年岁、甲身悬，拢有无共款诶标准。其实即个标准真复杂。伊诶意思是讲，咱若是招100个正常，共款年纪、共款性别、共款身悬诶人，做伙诶时阵，高血压就是讲伫100个人内底超过，也是讲等于第95个百分位，就是第95个比伊搁较悬诶，安尼就是有高血压。囡仔毋是较细只大人，这是小儿科课本逐本拢会安尼写，就是咱袂当完全按照大人诶标准来做囡仔疾病诊断诶标准，这是无共款诶。所以咱若是甲囡仔诶血压分做3组，一组是完全健康，过来就是若是超过所有人诶90%，这当然是对共款性别、共款年岁、共款身悬诶，迄组内底超过90%，也是讲你已经磅超过120甲80，就代表讲血压是有偏悬。若是有超过第95个百分位，也是讲超过130甲80，就是第一期诶高血压。若是有超过第95个百分位加上12 mmHg，就是毫米风跳，也是讲超过80甲90，就是第二期诶高血压，这是搁较严重。咱若是讲较简单咧，就是若是真正要用一个标准，就是讲囡仔诶血压若是超过120甲80，就是有悬。这对大人来讲是正常，毋过对囡仔来讲就是有悬。爱超过13岁以上，就会当按照大人诶标准，这就较简单啦，就是甲大人共款，超过130甲80，就代表讲伊已经是有高血压。但毋过若是超过120，疏头压是较低80，安尼就是讲血压是有较悬，毋过还未到高血压。所以咱讲到高血压，高血压的危险是安怎？就是今仔日若是血压悬，尤其是囡仔，伤早血压伤悬，明仔载的危险性就会较悬。你血压悬的时间愈长，为囡仔到大人，其实你以后血压嘛会悬，而且发生真济久长病的机会会搁较悬，所以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。较好发现时阵就伤食力，可能就有真济器官会歹去，像讲腰子啊、目睭啊，一寡血筋有诶无诶。好，今仔日讲诶即部分是咱高血压诶第一部分，后个月还佫会有第二部分，就是会讲到血压相关诶一寡并发症啊，咱血压治疗诶标准是安怎？今仔日讲诶主要是做检查，要安怎做诊断，而且莫想讲囡仔抑个少年就袂有高血压，所以阮像我婚姻病院即马伫今年诶休热开始嘛，有开始做囡仔血压诶一个体检，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无即种计时头仔会当有法度伫处理磅囡仔诶血压，所以阮就招真济人讲来做心脏检查诶时阵，顺续嘛来磅血压，知影讲啥人血压是有伤悬，若是有伤悬，咱就以后会阁安排24点钟诶血压记录，安尼才知影讲是毋是真正是血压悬，还是讲这是白泡高血压，伊这比例抑阁袂少。好今仔日的主题暂时先讲到这，毋知影大家敢有啥物问题？
无问题。好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咱今日就先讲到这，安尼多谢大家来听，后摆才搁见面。